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要介紹紅山站嘅車站指南。咁上集上完堂啦，就落堂啦，所以今日集就到紅山嘅。咁紅山站嘅車站指南色系就用呢種紅橙色為主啦。咁有啲神壇啦，然之後有啲 logo 喺上面嘅。左邊呢份呢就係2013年7月，右邊呢份就2025年12月嘅。舊版就有個紅框啦，新版就變咗呢個最新版嘅底線嘅。然之後 MTR 港鐵 logo 就搬咗喺右上角啦，紅山站個字咧就搬咗左邊嘅。然之後打開咧就係睇呢個有少少嘅公司簡介啦。呢啲二維碼就刪去咗嘅。然之後更新咗個票價表啦。中途會睇下呢份嘅2024年12月版本嘅紅山站車站指南啦。就有呢個新版啲嘅路線圖嘅。見嗰個路線圖咧就已經將個白皇廣大站轉翻做白皇站啦。開通站嘅站點咧就冇顯示喺度嘅。係啦，呢個字啊搬咗左邊嘅。然之後後面就睇呢個街道圖啦。街道圖以前紅山站咧就未有6號線嘅，得4號線呢邊嘅啫。你見呢個路線圖都見到未有6號線嘅。就得呢度 A、B、C、D 幾個出口啦，都係4號線嗰邊嘅。而家 A、B、C、D 咧就係 B、C 咧就分俾6號線嗰邊嘅。A、D 就係4號線嗰邊嘅。呢度有4號線同6號線交匯嘅嗰條線啦。然之後呢邊就有個圖咧就縮咗喺下面啦。然之後個指南針就轉翻右邊嘅。然之後就睇下呢個地標啦。以前咧嘅地標咧就得住宅嗰度就得5個嘅。呢個就主要睇呢兩個呢份啦，2024年同12月同2025年12月嘅。喺公共服務及設施方面咧，就呢個公園啦，就搬咗落文娛及購物道嘅。然之後就加咗呢個龍華醫院嘅。呢個唔係龍華醫院，嗰個係新華醫院啊。文娛及購物就加咗呢個紅山6979呢個商業中心嘅。然之後學校方面咧，就呢個深圳市格致中學咧就改翻做得格致中學嘅啫。然之後住宅咧就加咗呢個金亨利都會首富啦，呢個安居瑞龍苑啦。潤達園庭咧同埋呢個內夢水樹春天咧，原本都有嘅。就係喺呢個潤達園啦，同埋呢個就係呢度中間加咗點嘅，即係呢度2個字，然後4個字分開，中間加咗點嘅。呢度冇點嘅。然之後呢度頭嗰幾個咧就都刪去咗啦。然之後商鋪方面咧就係冇變過嘅。然之後呢度就公共交通汽車站啦，俾大家睇睇嘅。呢度變化都比較大啦。有呢個4號分翻4號線嗰邊出口啦，同6號線嗰邊出口嘅。4號線嗰邊出口咧就用紅色表示啦。6號線出口就用呢個6號線嗰個青綠色表示嘅。然之後我哋就睇下呢個位置圖啦。位置圖咧你就呢度開多啲啦。以前咧就嗰個位置圖咧就係未有6號線嘅，就得4號線啦。呢度就冇乜特別好講嘅。唔知點解呢度寫2012年12月啦，不過封面係2013年7月嘅。好，然之後呢度咧就係有冇 mark 住4號線站廳，但係呢度有寫6號線站廳嘅。呢度咧就係6號線呢邊往科館啦，呢邊就往松江嘅。而家個箭嘴咧呢度都係一樣嘅，個箭嘴咧就改翻咗6號線嗰種綠色啦。然之後原本用4
即係呢個紅色嘅。咁福田口岸就一樣啦，福田口岸啦同埋牛湖嘅。咁就冇咗個圓圈個直 mark 住個站台個號碼嘅。然之後呢度一樣嘅ABCD 啦。洗手間加到個 logo 喺隔離啦。然之後嗰個呢度 D2嗰度同埋 A 嗰度咧就冇咗呢個往啱先個6979嗰個商業中心嗰個字嘅。咁個位置圖大概就係咁樣啦。然之後我哋就睇下呢個係啦，呢個2024年12月，呢個就係2025年12月，咁呢個就係2012年12月嘅。然之後我哋睇下呢個車站資訊啦。好，咁呢個就係紅山站嘅車站資訊啦。開站時間咧就由6時23分變咗上午5時49分，亦冇變過嘅。關站時間咧就係由呢個晚上11時22分咧32分咧就改成呢個凌晨30分鐘，差唔多延後咗1個鐘嘅。然之後再冇變過嘅。然之後往福田口岸方面咧就係由呢個早上6時33分就延遲1分鐘到6時34分，然之後再早20分鐘到早上6時14分嘅。尾班車咧就由呢個晚上11時10分就延遲10分鐘啦，然之後就冇變過嘅。往牛湖方向咧就係首班車就係早上6時52分延遲1分鐘到6時53分，咁尾班車冇變過嘅。咁往清湖方向嘅尾班車咧就由呢個晚上11時22分延遲到凌晨嘅08分，然之後冇變過嘅。然之後就係嗰個以前往清湖尾站嘅首班車就係早上6時52分。好啦，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個紅山站嘅車站指南咧，就到此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深圳北站嘅車站指南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